今天我要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这一章：终朝逐物放心源，谁肯回头念故园？亦要修心无别法呀，能知心放即还原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，但是我们把它简单解释，我相信大家能更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啊，它真正的意思在哪里？终朝逐物放心源，我们每一天一直在追求外在的东西，从来都没有间断，心里面就好像猴子一样，你把这个猴子放出去了，它就蹦蹦跳跳，忽高忽低，忽上忽下的，你要叫它再回来就很难了。我们如果每一天眼睛向外看，一直贪求，那个欲望非常的强烈，那你把心里面的猴子放出去，你想想看，要它回过头来是很难的。谁肯回头念故园呢？我们每个众生都要明白啊，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一切色相皆是虚妄的。色相就是你所看到的、摸到的、听到的，这一切外相都是假的啊。虚就是一个不实嘛，妄就是假的，都是不实的。但是偏偏我们都是为了外在的东西，每天攀缘啊、追求啊，让自己颠倒啊。谁肯回头念故园？哪一个人要回心转意的，能够弃恶向善的，能够返璞归真的？念故园就是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家园呢，这才是我们原来的故乡啊！你如果要修心，没有别法呀。你想要修心吗？让这个心不起烦恼，不起贪，不起嗔恨心，不起比较心，不起分别心。你不让这个心一直在颠颠倒倒造罪造业，你不要让它这样，没有别法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能知心放即还原，能把心放下来。我们一看外在原来是假的，我们不要把假的当真，像拼命的去贪求。如果你能知道把心放下来，就恢复你原来如来的本性了，就如如不动，不来也不去。我们原来的神识是清净的，我们的神识是光明的，是没有动摇的，是记住一切，能知道万法的。我们跟佛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他能成佛？原来他是众生呢。今天为什么他能成就佛道？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是假的，不要去贪求。他一放下，就恢复原来的本性，那种最清净、最光明的佛性就展露无遗啊！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：能知心放即还原，不要再去贪求，不要再去攀缘。我们把心回过头来，跟佛号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这样佛光普照，我们的心性自然就放下一切妄想杂念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土。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这个缘。阿弥陀佛。